唔少老友記喺物色內地院舍嗰陣，都想親身去了解環境同埋配套。我哋今日進優生活團隊就會帶大家參加2日1夜嘅東莞考察團，一次過帶你睇勻東莞最豪華嘅安老院東華陽光城、3級甲等醫院等等，仲會同你入住5星級嘅酒店，食自助晚餐。第一日我哋會先喺福田口岸或者深圳灣口岸出發，然後我哋搭旅遊巴會直達位於東莞東城東路同埋東星路嘅交匯處，佢係位於東城核心商業區5星級嘅東城國際酒店，時間大約需要1個半鐘。今次我哋就會入住豪華客房，房內嘅內部設計高雅同埋寬敞，床鋪舒適，可以俾大家喺考察嘅過程都得到充分嘅休息。特別值得一提嘅係酒店洗手間設計空間非常大，有寬敞嘅大浴缸可以俾大家放鬆身心，而且採用咗乾濕分離嘅設計，既安全又衛生。洗手間入邊仲配備咗2個洗手盆，早上梳洗嗰陣就完全唔使爭。入住嗰陣，酒店仲好貼心咁送上3款新鮮嘅生果作為歡迎禮，服務非常細緻。除咗房間舒適之外，設施更係應有盡有。大家可以享用酒店嘅空中無邊際泳池、室內嘅恆溫泳池同埋健身房。晚餐都係今次旅程嘅其中一個重頭戲。我哋會享用豪華海鮮自助晚餐。餐廳位於地下酒店大堂，全天候開放嘅全日餐廳。唔單止提供半隻芝士焗龍蝦、生蠔刺身、鐵板燒，仲係任食，仲有中式、西式嘅熟食等等。呢度最出名嘅係鮮榨果汁，味道鮮甜同埋好健康。甜品嘅款式都有好多啊，啱晒中意食甜品嘅朋友仔。汽水、啤酒、紅白酒都任飲，絕對係星級享受。不過今日我哋撞正婚宴，晚餐改咗喺酒店具備獨特亞洲風味嘅楓葉日韓料理餐廳度食。呢餐嘅晚餐都好豐富，除咗贈送咗免費嘅水果同埋前菜，我哋仲叫咗串燒雞肉串、烤五花肉、冬菇、秋葵，仲有鮮味十足嘅鰻魚手卷。主菜就有海鮮刺身、清酒煮夏威夷貝、銀鱈魚西京燒、什錦天婦羅同埋炒蔬菜，每一道菜嘅都極具水準啊！食完晚餐之後，我哋仲可以去附近嘅商場行下。星河城由酒店步行過去，只係需要10分鐘。入面都有好多深受香港人歡迎嘅茶飲店同埋餐廳。商場入邊仲有個大型超市啊，可以俾大家採購下日常用品。如果晚上想行街食宵夜，呢度嘅地理位置簡直係無敵啊！到咗第2日，我哋會喺酒店享用豐盛嘅自助早餐。自助早餐由早上7點鐘開始，供應多款美食，包括中式粉麵、熱辣辣嘅蒸糕點、健康嘅五穀雜糧，仲有西式嘅早餐、腸仔、炒蛋同埋意粉等等。最特別嘅係呢度嘅西式麵包種類非常之多，大家可以試一試。另外呢度最出名嘅都係鮮榨果汁，另外都有唔少健康嘅沙律、養生茶等等，可以喺出發之前叉足電。食完早餐之後，我哋就會搭車出發去院舍度參觀。東莞東華陽光城頤養中心係全東莞安老院嘅天花板。點解咁樣講呢？首先，佢係位於松山湖園區科院路11號，係東莞富人區，唔少豪宅都坐落喺呢個地段。院舍對面仲係碧桂園。第二，總建築面積為947000平方尺，一共提供1500個床位，係全東莞最大配套、最充足嘅安老院。第三，同集團嘅3級醫院松山湖東華醫院就喺隔離，提供全天候嘅醫療支援。東華陽光城頤養中心達小區規模，院內有電影室、書畫室、麻雀房、桌球室、健身室、3D 高爾夫球體驗室等等。呢度仲有一棟專為香港長者準備嘅紫荊樓，同聲同氣嘅廣東話，相近嘅飲食文化，
可以俾你更容易融入院舍生活，識更多嘅新朋友。院舍規模好大，行都行到腳軟。首先我哋會去睇下治理長者居住嘅青松樓，即刻帶你睇下房啦。呢度係標準雙人房，房內300尺，有小型茶水間、鞋櫃、大衣櫃、電視機、床頭櫃、書台，同埋仲有2張標準單人床、平安鐘等等。而所有嘅房間都係無障礙洗手間，方便長者出入。而房內仲有一個100尺嘅露台，採光度極高，仲可以晾下衫，望出去就係院舍嘅休憩公園同埋菜園啦。除咗雙人房之外，長者仲可以選擇入住豪華套房，房內有獨立間隔嘅睡房同埋客廳，面積超過400尺。房入邊嘅空間都好大好闊，有1張特大嘅雙人床、小型書台，而客廳有梳化、茶几、電視櫃、多功能餐桌、陳列櫃同埋各式各樣嘅擺設等等，啱晒兩公婆一齊住。我哋知道長者最關心嘅醫療支援，而東莞東華陽光城頤養中心旁邊直接設有3級醫院，提供專科、內科、外科、腫瘤科、婦科等等嘅醫療服務。入住嘅長者無需要離開院舍，就可以直接接受全面嘅醫療照顧。隨住政府將醫療券適用嘅範圍擴展至東莞，長者只需要30分鐘嘅車程就可以抵達集團旗下另一間獲香港政府認可嘅東莞東華醫院。長者可以靈活使用香港政府提供嘅醫療券嚟支付門診費用，喺享受高品質嘅跨境養老生活嘅同時，依然可以獲得實際嘅經濟支援，有效解決咗港人最擔心嘅內地醫療開支問題。參觀完院舍之後，體驗埋院舍平日嘅午餐，我哋就會去到附近東莞著名嘅國家4A 級旅遊景區松山湖風景區。由院舍搭10分鐘嘅車程就會到達景區入口松湖廣場。喺呢度有一望無際嘅清幽湖水、新鮮空氣，仲可以感受大自然嘅寧靜。由於參觀當日嘅天氣好熱啊，我哋淨係喺廣場短暫停留咗一段時間。下一站我哋就去到附近呢個啱啱開業唔夠2年嘅全新景點遊蘭里。呢度係位於東莞松山湖嘅中心區，係由原松山湖管委會行政辦公室改造而成。2024年底12月啱啱啟用。呢度有好多唔同嘅特色街區，沿途仲有形形色色嘅特色小店同埋咖啡廳。無論係坐低食下嘢定係影下相，都係好好嘅打卡地點。呢個景點喺市政府嘅推動下，融合文化、商業、生態，打造為灣區文旅新地標。如果中意安靜嘅朋友，可以到中書閣感受一下文藝氣息。另外，如果朋友仔想探索新嘅事物，呢度仲有科技館、數學探索館，甚至特色爬蟲館參觀。如果係帶住孫仔孫女一齊嚟玩，遊蘭里絕對係首選。呢度嘅配套設施都好多，好啱一家大細。商圈入邊仲有小型卡丁車、露天遊樂場，甚至連攀石場都有啊！絕對係小朋友盡情放電嘅好地方。東華陽光頤養中心係一家集養生、養老、康復護理、健康管理、生活照料、文化娛樂於一體嘅綜合性康養機構。如果你都想揾高品質嘅退休生活，就千祈唔好錯過啦！想了解更多申請入住流程或者預約參觀院舍，立即聯絡進優生活香港辦事處22199668。如果你想參加2日1夜嘅考察團，可以 WhatsApp 聯絡進優會67901307。